今年係澳門立法會嘅選舉年，第5屆澳門立法會嘅選舉投票日定咗喺9月15號嘅，而今年候選人嘅開支上限亦都定咗喺560萬左右㗎。咁呢個數字亦都比上一屆即係2009年係大幅度減少咗唔少嘅，亦都有唔少嘅學者認為啦今年嘅直選議席比之前嗰屆係多咗2席。因此認為選情相當之激烈，所以亦都難免有啲不規範嘅行為，希望政府加大啲監管力度啦相關議題我哋今日喺節目當中共同嚟探討。歡迎今日光臨澳門萬象嘅嘉賓，澳門時事評論員黃東，歡迎你。係，鍾姐你好，大家好。我一齊嚟關注有關於今年第5屆澳門立法會選舉嘅相關情況。今年立法會每一個候選組別嘅選舉經費嘅上限定為大概560萬左右㗎。根據澳門選舉法嘅規定，每一個候選組別嘅選舉開支上限係以政府上一個年度收入嘅0.02%嚟計算。第5屆立法會選舉並冇按此標準計算，係由行政長官以批示嘅方式定出咗支出嘅上限嘅。亦都有學者認為澳門嘅選舉經費非常之高。按照今年每一個候選組別560多萬元嚟計算嘅話，相對於登記選民人數，平均用於每一位選民嘅經費就可以高達20多元㗎。相較於香港，即使係最多選民登記嘅區域，亦都只係260多萬元嘅支出上限嘅，使用於每名登記選民嘅經費不足4蚊嘅。澳門嘅經費係香港嘅5倍嚇。睇到呢啲數字咧，澳門平均用於每一位選民嘅經費亦都係高過香港嚇。所以有人擔心啦，選舉開支嘅經費如果過高嘅話，對於一啲財團或者係資金實力雄厚嘅候選人嚟講係一件好事，但係對於一啲資金方面唔係咁足嘅候選人嚟講，係咪好唔公平㗎嚇？從來咧，我哋有個講法嘅，以前就批評呢個選舉呢個民主制度係咩咧？呢啲係有錢人嘅玩意，冇錢你就冇得選嘅。啲財團啊，啲咁嘅大嘅商人就玩晒。咁澳門咧又未至於完全係咁，但係咧就係我哋都睇翻咧，就係其實我哋嗰個選舉經費咧，每一次選舉都係受到質疑或者批評，或者係覺得值得商榷嘅。今次咧亦都唔例外，咁所以佢下調咧，其實係絕對有咁嘅需要嘅。因為點講咧？即係我哋覺得就係話，如果你多啲錢嘅，咁你嘅勝算係咪代表你嘅勝算嘅機會大啲咧？我哋唔可以俾呢個制度咧，就變成咗一個有錢人嘅地盤噶嘛。咁所以咧就係即係適當嘅下調啊，覺得係應該。但係點樣一個為之合理啦？呢樣嘢就冇一個標準，講真。咁我哋睇翻嘅就係其實即使下調咗啦，咁但係就同香港比較，其實我哋都覺得已經係好豪華、好奢侈一次選舉嚟㗎啦。咁如果我哋澳門即係嗰個選舉平均嗰個經費嚟講，我哋都已經係咁樣計法嘅話，咁香港18個區嘅話點算呢？其實係好得人驚嘅事。如果香港用我哋嘅方式即係我哋嘅選舉嘅經費去選。咁所以咧就係其實上一次用行政長官嘅批示嘅方式咧，大家知道係一個臨時性，一個即係不可以長效嘅，否則嘅話咧其實就係過於奢侈浪費，亦都冇咁嘅必要。咁既然係下調咗，咁我哋而家去研究嘅其實佢係咪即係合適？560萬左右係咪真係合適咧？咁呢樣嘢再可以再商榷喺研究。咁但係就係從方向上，我哋認同政府一個咁嘅取態，就係唔好將佢搞成一個有錢人先有得選，冇錢人就冇得選咁樣一個遊戲。否則嘅話，其實就真係證明咗澳門真係一個官商勾結嘅地盤，就唔好嘅。咁問題就係而家我哋一啲弱勢嘅參選人係咪冇能力、冇條件去玩呢個咁嘅民主嘅遊戲呢？咁呢樣嘢呢，就其實亦都係咁樣睇呢，就係如果你本身就係冇錢嘅話，根本亦都冇辦法去落場玩呢樣嘢係肯定嘅。咁問題就係而家即係嗰個規限嚟講，對邊方面有利多啲咯？嗱，下調就已經下調到啦，你亦都唔可能話即係下調到要100萬咁樣，呢一個亦都唔係好實際。
咁我覺得就應該交俾社會喺呢個立法會選舉之前呢，多啲空間去討論究竟呢筆錢係咪合理，就唔好話咁快將佢係定到咁死板啊，即係留翻個時間去操作。暫時嚟睇呢個數字呢。就我覺得仲有下調個空間，但係究竟下調幾多，留翻社會去討論好一啲。係啦，咁根據選舉法嘅規定，係每一個候選組別嘅開支上限計算方式係根據上一個財政年度收入嘅0.02%嚟計算嘅。咁第5屆就係因為行政長官嚟批示係呢個數，所以呢個560萬定咗出嚟之後希望係有一個即係靈活嘅浮動空間我哋都有個探討㗎啦。咁另外一方面就係今年嘅選舉外界擔心，因為選情比較激烈，所以擔心有一啲灰色地帶，即係尤其喺啲選舉上嘅不規範嘅行為㗎嚇。我哋一路都最擔心嘅，由呢個90年代開始，上世紀90年代回歸前行到而家咁咯。應該話選舉制度入邊呢，係一啲空白填補咗一個越嚟越走向呢個成熟，但係與此同時，我哋亦都要睇翻就係一啲灰色嘅地帶。並未能夠真正有效咁樣去堵塞或者防治，而且有啲新嘅招數呢，每屆都可以話層出不窮嘅。咁我哋係咪即係飲佢係咁樣就係反正就係我嗰個填補呢個制度嘅缺失呢，係追唔上你嗰個灰色地帶嗰種新嘅招數，我哋就聽而任之呢，唔可以咁樣。有啲嘢其實係關鍵係在於係當局係取態係咪真係想有心去堵塞佢，好多嘢唔係話一定要通過呢個法律法規或者係行政長官批示咁樣先有去做嘢㗎嘛。比如就係一啲所謂嘅偷步嘅宣傳，其實話你知係已經開始咗嘅。問題就係佢而家呢，就係越嚟越聰明，越嚟越隱蔽，變咗呢，就係你係好難用現有嘅即係手段或者係法規去將佢呢係即係查處。咁我哋要睇呢個問題就係你嗰個舉報係咪舉報嘅機制係咪叫做成熟，同埋呢就有冇一個叫做即時嘅反應。我投訴咗你之後，你可能1個星期後先做嘢，咁蚊都瞓啦，係咪啊？所以有時啲嘢呢係嗰個執行力嗰方面嘅問題，而唔完全關乎嗰個法律法規嘅完唔完善。咁好多時我哋睇翻之前2屆立法會選舉先算啦。好多嘢就係因為咁樣嗰個執行面嗰方面呢，就係佢冇去認真去執法，或者我哋甚至即係有時覺得佢係好似單隻眼開一隻眼閉一隻眼咁樣去做嘢，已經係事過境遷嘅時候，然之後你至去到懲罰佢，係咪？等於一啲賄選嘅案例嚟講，排立法會排到即係已經大家都忘記咗呢件事嘅時候，你先至去係咁以罰下佢，呢啲係咪叫做係合理嘅做法？咁大家去諗下咯。但係我就話即係嗰個灰色地帶嚟講，係社會各界都需要共同去關注同完善呢啲咁嘅所謂偷步行為。你社團嚟講參選嘅候選人嚟講，你首先應該自律，而社會包括傳媒普通嘅基層市民嗰個監督，亦都應該係俾佢一個咁嘅空間，就唔好話可能會面對某啲嘅叫做有勢力人士嘅一個威脅咁樣，其實就已經係做壞規矩，係嘛？咁問題就去到而家，其實我哋都知道澳門呢嗰個即係灰色嘅叫做偷步嘅低調嘅宣傳，其實舊年就已經開始咗啦。去到今年嚟講，而家已經係行出咗唔知第幾步。咁政府應該喺呢方面嚟講呢，就唔好話我哋仲未收到投訴其實即係呢啲嘢，連我哋都即係普通好多市民都好多意見反映到出嚟嘅時候，甚至一啲電台節目都已經打上去反映嘅時候，你就馬上其實應該做嘢㗎啦。而家就唔係話我哋翹埋對手喺度等，仲喺度做緊一啲叫做高屋建瓴好高層次嘅嘢，呢啲咁嘅低層次嘅嘢又未到我哋理，反正又未有即係好直接嘅證據。咁好多時我哋要證據呢，咁反映咗咁嘅意見嚟講，你就其實係作為執法部門或者政府，你一個行政主導嘅政府嚟講，應該自己去揾多啲咁嘅證據去到證明是與非，而唔係話要所有即係市民提交晒好具體嘅證據你先做嘢，呢個冇可能嘅事嚟㗎嘛。
係啦，咁所以選舉嘅費用要適當咁控制，政府亦都會加強監管，尤其係啲不規範同埋選舉當中出現嘅亂象或者灰色地帶嚇。咁作為市民嚟講，除咗參與投票嘅權利之外，其他方面例如監督方面，其實應該有更加多透明嘅參與權嚇。兩者係相輔相成，政府同埋係參選人嘅，包括佢嘅團體啊、法人嗰啲咧，其實就應該係有咁嘅胸襟去接受呢個批評啊、監督啊。咁另外一方面嚟講，市民亦都應該隨住社會嘅開放咧，即係多啲公民參與嘅意識，主動去關注呢啲咁嘅事情，將嗰個意見咧通過傳媒、通過網上、通過政府嘅一啲渠道，多啲去反映俾有關當局知道，令到一啲不法嘅行為咧，或者係唔透明嘅現象得到收斂，咁樣我哋先至能夠咧通過每一次選舉係逐步提高我哋嗰個透明度，逐步提高我哋嘅參與度同埋我哋嘅民主成分，先至能夠係進步。如果唔係咧，我哋每選就為咗選而選，而唔係話為咗提高我哋整體嘅公民嘅素質去選咧，實際上呢個選舉嗰個即係本末係導致咗，我哋唔希望係咁咯。仲有一個現象，我哋關注嘅，除咗一啲灰色啊，包括賄選啲咁嘅嘢咧，就係嗰個抹黑行為咧。我相信今年都會有上升一個新嘅層次。點解咧？頭先我哋都講到，今年2個直選議席增加咗，呢個部分增加咗，競爭大咗。再有一個就係間選議席增加咗，今年亦都係個間選咧係有一定嘅即係激烈嘅，比相對以前係激烈嘅一個競爭。所以呢方面咧就變咗係會加大咗一啲唔同方式嘅宣傳。咁抹黑都係一種宣傳嚟嘅。咁我哋睇翻點解我哋會咁強調嗰個抹黑？就係因為咧，有時啲攻擊對手嘅行為咧，呢個係一定會出現。但係咧，我哋嘅選舉文化越嚟越受到呢個台灣方式個影響，因為佢喺大中華地區係最成熟嘅，所以我哋都無可避免行去呢一步。咁就變咗咧，其實呢個抹黑係會，我哋要有心理準備，就會上升到比較激烈嘅一個層次。但係咧，即係我哋站喺澳門人嘅立場咧，亦都唔需要太擔心，因為我哋係一個相對嚟講係一個和諧，仲係一個和諧社會。但係政府應該係有個底線，點樣嘅一個叫做係批評抹黑啊，去到係一個唔可以接受嘅程度咧，就唔可以任佢哇！我哋即係激烈到好似話一啲係攻擊一啲私人嘅呢個私隱嘅行為都任佢去做啦。呢樣嘢係冇辦法接受嘅。係啦，亦都希望今年新一屆嘅立法會選舉喺健康有序嘅環境當中正常推進啦。正所謂金獎銀獎不如老百姓嘅誇獎嚇，希望政府亦都加強監管一啲不規範嘅灰色地帶啦嚇，完善有關嘅法律法規嘅。作為候選人嚟講，亦都應該從選民同埋市民嘅角度出發嚇，真真正正為佢哋服務啦，為佢哋發聲嘅。多謝各位收睇今日嘅澳門萬象，再會。